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威力彩连47期槓龜，因暗要开奖的头彩的奖金是高达31億。彩券行的头家讲，这几天的生意真正是好到不得了。那这个财神爷上届看过的悬市嘛出来了。大彩的统计，2014年以来，威力彩总共开出30届的头彩，其中有9届是开伫个台中市，第2名是伫个新北市开过5届。 但是有10个县市拢无开过头彩，包括这个新竹市、新竹县、嘉义市、嘉义县、南投县、屏东县、台东县，以及外岛的澎湖、金门甲马祖。因暗这10个县市嘛要来拼破2。到底什么款的人卡会到头彩咧？命理老师讲，互咱参考。 威力彩连续47期无人中头奖，累积的金额差不多有31亿。全台各地彩券行生意拢有够好。昨天哦，光忙到差不多快要1点，有时候铁门快要放下来想休息，客人都说等一下。 到底什么款的人开中奖，都星座专家议称，伫开奖的这礼拜运势上好的3个星座分别是金牛座、双子座、甲巨蟹座。若毋是这3个星座嘛，免烦恼，佫会使算你生命灵数。命理老师讲，只要将生日的西洋年份加起来，数字若是3、4、7、8，上后中奖。 我想我中海都要一间厝。阿妈就家囡仔摕啊，种今日让我到立牌吼，有方向啊。 买彩券分做电脑境的甲人为的选号，其实大彩表示讲，为103年开始，威力彩头奖、中奖的电脑选号比例是70%，最近2年来，中头彩的电脑选号甲自选的比例差不多是7:3，是讲不管是星座还是灵数，想要中头彩嘛，拢爱看财神爷的意思。